嘉义鹿草乡为着要运用有历史价值的空间，是甲过去的较早的卫生所改建做鹿仔草文化学堂，甲文化部争取补助引进数位展览，互来遮参观的人会当亲身感受到在地文化。伫鹿草乡的地图顶面，每一个标识拢代表着鹿草的人文特产甲历史风俗。透过互动的数位内容，互鹿仔草民俗文化学堂成做传承基地的数位展览馆。文化观光局给咱甲文化部来申请就这个数位展厅的活化的一个补助吼，所以这个补助互阮会当用一个互动式是触控式的科技导入咱的家乡百问，搁有历史文化的资料吼伫内底。这个数位展览的内容配合嘉义县家乡百门的乡土教育，嘛成做是学生囡仔入捌地方文化的教室。文化学堂表示，内底内容未来继续增加，要替在地囡仔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即摆囡仔对这个影音的物件吼，应该讲伊会较有兴趣。我想，咱把这题目拢设计成这个数位的这方式来呈现，那对囡仔的学习或者是老师的教学应该我感觉拢有正面的帮助跟意义。我觉得它很好玩，它能自己操作，看那个家乡100问的东西，就不用局限于书本。透过数位科技打破室内展览数量的限制，乡公所表示，庄脚所在有这款设备，唔是干那保存历史，透过文化编款甲数位科技的结合，互这间文化学堂会当成做林北鹿草乡的文化起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